你想象下，你潮早流流，打算行入去一間由細睇到你大，甚至係你屋企樓下嗰間聖安娜餅屋，諗住買返個豬柳蛋包或者吞拿魚包做早餐，點知你一推開門，陣味唔係平時嗰種甜絲絲嘅麵包香或者蛋糕味，而係一陣好勁嘅蒜蓉味。你定眼一睇，喺嗰啲放開瑞士卷同蛋撻嘅櫃台隔籬，竟然出現咗一盤盤熱辣辣，仲冒緊煙嘅蒜蓉炒菜心、咕嚕肉，甚至係麻婆豆腐。呢個畫面係咪好唔真實？係咪覺得自己好似入咗平行時空咁？但係我話俾你聽，呢個唔係幻覺，而係真真正正發生喺2024年、2025年間嘅香港。曾經嘅連鎖餅店巨頭，竟然要靠賣兩餸飯嚟求生。呢件事聽落去好似一個笑話，但背後反映嘅係成個香港飲食業，甚至係成個香港經濟環境一個極之魔幻，甚至係令人有啲心酸嘅大時代轉變。我哋今日就嚟深度拆解下，到底香港係發生咗咩事，會令到呢啲大財團、連鎖店都要紛紛跪低？點解兩餸飯可以由以前俾人笑係窮人恩物，變到而家統治全港，連中環白領，甚至係連鎖大集團都要分一杯羹？呢個兩餸飯時代到底隱藏咗幾多香港人嘅無奈同生存智慧？首先講返呢單轟動全城嘅聖安娜賣菜心，大家知唔知聖安娜餅屋其實已經有超過50幾年歷史？喺好多香港人心目中，佢同美心、大班一樣，係代表住一種中產或者係穩健嘅象徵。喺以前嗰啲好景嘅日子，佢哋係賣緊幾百蚊一個嘅造型蛋糕，或者係幾十蚊一個嘅高級西餅。但係去到2024年呢段時間，有網民就影到喺中環或者係一啲辦公室區域嘅聖安娜分店，竟然擺出咗兩餸飯嘅陣式。你冇聽錯，真係蒜蓉炒菜心，仲要有埋白飯，賣緊40幾蚊到50幾蚊不等。呢件事喺網上瘋傳之後，好多人第一反應係唔係啱嗎？聖安娜喎，佢哋嘅品牌定位去咗邊？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每日要喺香港揾食嘅打工仔，你就會明白呢個係生存嘅本能。當一間鋪頭嘅租金每個月要幾十萬甚至過百萬，而你賣一個包只係賺嗰幾蚊，你每日要賣幾多個包先至可以交到租，出到糧俾嗰啲做咗20-30年嘅老員工？喺呢個經濟寒冬，面子係最唔值錢嘅嘢。聖安娜呢次跪低，其實係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傳統嘅商業模式已經崩潰緊，連鎖巨頭如果唔變，就只有死路一條。咁點解偏偏係兩餸飯呢？我哋要將時間線拉返去2020年、2021年嗰陣，當時因為疫情關係，全港禁堂食，大家唔可以坐低慢慢嘆咖啡、食西餐。嗰陣時，一啲喺油麻地、旺角嘅小店開始轉型做兩餸飯。當時好多人仲係帶住一種獵奇或者係落難嘅心態去買，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大家發現原來30幾40蚊有肉有菜有飯，仲要係熱辣辣，比起食嗰啲50幾蚊但係又乾又凍嘅連鎖店三文治，或者係60-70蚊但係質素普通嘅茶餐廳午餐，性價比簡直係高到爆。去到2022、2023年，兩餸飯唔再係基層嘅專利，你甚至會見到一啲着住成身名牌喺 IFC 返工嘅專業人士，落到街都會乖乖地排隊買啲 This。呢個名詞其實都好諷刺，反映咗香港人嗰種快節奏同埋務實，唔使睇餐牌，直接指住嗰盤餸話 This， 簡單直接。但係如果你以為兩餸飯嘅盛世只係因為疫情，咁你就太天真啦。真正將兩餸飯推上神壇嘅係2024年開始嘅嗰股北上消費潮。當成千上萬嘅香港人逢星期六、星期日都湧去深圳、廣州去食嗰啲平靚正嘅嘢食，去山姆超市掃貨嘅時候，香港本地嘅零售同飲食業真係可以用血流成河嚟形容。喺呢種情況下，仲留喺香港消費嘅人，佢哋嘅消費力其實係縮減咗，或者話佢哋變得更加精明。既然我星期六日返內地可以食餐好嘅，咁我平時返工嗰5日，點解要喺香港做水魚，食嗰啲又貴又唔好食嘅嘢？結果兩餸飯就變成咗香港飲食業嘅唯一生路。
你會見到以前賣燒味嘅、賣點心嘅，甚至係賣高級壽司嘅店鋪，一間接一間咁倒閉，或者係喺門口加個櫃位賣兩餸飯。呢個就係所謂嘅魔幻時代。一間鋪頭，佢嘅裝修可能仲係好高級，燈光柔和，但係中間嗰張大台竟然係放緊幾十盤唔同款式嘅餸菜，呢種視覺上嘅衝突，正正係而家香港嘅縮影。我哋再睇返聖安娜呢件事，聖安娜背後嘅集團其實好大，佢哋有完善嘅供應鏈同埋中央廚房。對於佢哋嚟講，轉做兩餸飯其實喺技術上唔難，難就難在心理關口。但係當佢哋見到街邊嗰啲兩餸飯店，雖然冇裝修、冇品牌，但係門口排隊排到街尾，而自己間鋪就門可羅雀嘅時候，佢哋終於明白，而家唔係講 brand image 嘅時候，而係講邊個可以填飽香港人個肚，而又唔會令到佢哋荷包大出血嘅時候。有好多人會問，咁樣落去，香港係咪會變成兩餸飯之都？連鎖巨頭嘅加入，會唔會令到原本嗰啲小店都生存唔到？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當大財團利用佢哋嘅資源優勢，例如集體採購可以令到成本更低，或者係佢哋啲鋪位位置更好，佢哋確係會對小型兩餸飯店造成打擊。但係兩餸飯嘅精髓其實喺於嗰種人情味同埋鑊氣。大集團嘅出品往往太過標準化，可能每一盒咕嚕肉嘅味道都一模一樣，但係未必有街坊小店嗰種今日多兩粒肉，聽日加多啲汁嘅靈活性。其實兩餸飯嘅興起，亦都反映咗香港人一種好深刻嘅集體焦慮。喺80、90年代或者係2000年初，香港人追求嘅係精緻，係多元化。嗰陣時我哋會講邊間酒店嘅自助餐好食，邊間法式餐廳嘅廚師係由法國請過嚟。但係嚟到2026年嘅今日，我哋追求嘅竟然係最原始嘅溫飽。呢種落差其實係幾令人唏噓。以前嘅香港係美食天堂，而家嘅香港有人笑稱係兩餸飯天堂。呢個稱呼背後其實係一種自嘲。而且你睇下呢啲兩餸飯店嘅名，好多都改得好有創意，咩權發、齊柏林，佢哋唔單止係賣飯，仲係喺度經營緊一種社區關係。而連鎖店好似聖安娜咁，佢哋加入戰場，其實亦都係一種對現實嘅妥協。喺經濟學上，呢個叫劣幣驅逐良幣定係市場自動調節？我覺得兩者都有。當大家嘅收入唔再增長，甚至係面對減薪、裁員嘅壓力，生活成本卻依然高企嘅時候，兩餸飯就係嗰個可以俾你喺壓抑嘅生活入面揾到少少慰藉嘅地方。至少你用40幾蚊可以揀到自己中意食嘅餸，可以食得飽，呢種掌控感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已經係一種難得嘅幸福。我仲記得以前喺中環行街，見到嘅都係啲高級咖啡。但而家如果你行過一啲橫街窄巷，你會發現最多人排隊嘅地方，竟然係嗰啲簡陋到不得了嘅兩餸飯店。有一間喺中環好出名嘅兩餸飯店，每日中午12點鐘排隊嘅人龍可以繞過幾個街口。裏面有着住全套老鼠班西裝嘅 bankers， 亦有做緊地盤嘅大叔，仲有嚟香港旅遊嘅遊客。呢個畫面真係好魔幻，兩餸飯打破咗階級，將所有人都拉返去同一個水平線上。大家喺嗰一刻唔再係咩經理、咩 CEO， 大家都只係一個想食餐好少少、平少少嘅普通人。而聖安娜賣菜心呢件事，其實亦都反映咗一個好重要嘅趨勢，連鎖品牌嘅功能化。以前我哋去聖安娜係為咗買一件精緻嘅生日蛋糕去慶祝，係一種情感消費。但而家佢哋變成咗提供生理需求嘅場所，呢種轉變係非常之大嘅。如果你係一個品牌經理，你可能會覺得好失敗，因為你嘅品牌價值下降咗。但係如果你係一個老闆，你會覺得好成功，因為你揾到咗一條生路，令到你幾千個員工唔使失業，令到你間鋪可以繼續開落去。我哋再諗深一層，點解香港嘅飲食業會搞成咁？除咗北上消費，仲有租金問題。雖然呢2年鋪租好似跌咗少少，
但係對於好多小生意嚟講，依然係天價。再加上人工貴、食材貴，如果你做精品飲食，你個價錢一定要開到好高先至有得賺。但係而家嘅香港人，佢哋寧願將啲錢留返嚟去旅行，或者係儲埋去日本食壽司，都唔想喺香港食一餐性價比低嘅飯。兩餸飯嘅魔幻時代，其實亦都係一個去泡沫化嘅過程。以前香港有太多過度日價嘅嘢食，一個普通嘅常餐賣到70-80蚊，其實好多都係去咗交租。而家兩餸飯將所有嘢打回原形，話俾大家聽，食物嘅本質就係咁多錢。呢個過程好痛苦，因為好多傳統嘅老字號會因為跟唔上呢個節奏而執笠，但呢個亦都係市場重新洗牌嘅一個機會。講到呢度，我諗起有一位喺兩餸飯店排隊嘅街坊同我講過一句話，佢話以前食兩餸飯覺得好醜樣，好似話俾人聽我冇錢咁。但而家唔係喎，我同同事講我去食兩餸飯，大家仲會討論邊間嘅黑椒牛仔骨好食啲。呢個唔係窮唔窮嘅問題，而係我識唔識得揀，識唔識得生活嘅問題。呢種心態嘅轉變，其實係好正面嘅。香港人最叻就係走位，當環境改變嘅時候，我哋會好快揾到一套生存之道。兩餸飯唔係一個標籤，而係一種生活態度，務實、靈活，同埋最重要嘅係要生存落去。所以下次如果你再喺聖安娜見到佢賣蒜蓉炒菜心，或者喺一啲你意想不到嘅地方見到兩餸飯，唔好覺得驚訝。呢個就係2026年香港嘅現實。呢個時代可能冇以前咁光鮮亮麗，可能冇以前咁充滿幻想，但係呢個時代嘅香港人比起以前更加腳踏實地。我想再講講關於呢個跪低嘅話題。好多人會用一種嘲笑嘅眼光去睇呢啲大品牌，覺得佢哋係落難。但我反而覺得呢種能夠放低身段，迅速回應市場需求嘅能力，先至係香港最寶貴嘅核心價值。一個城市如果只係識得懷緬過去嘅輝煌，而唔識得去面對眼前嘅泥濘，咁呢個城市先至係真係冇希望。聖安娜賣菜心係一種勇氣，佢話俾大家聽，為了生存，冇嘢係唔可以嘗試嘅。佢哋可以利用自己嘅中央工廠優勢，將衛生標準提高，將包裝做得更好，甚至可以提供一啲更加健康、少油少鹽嘅兩餸飯選擇。如果大財團入局可以帶動成個兩餸飯行業嘅質素提升，咁對於消費者嚟講，其實係一件好事。而且我哋要睇到兩餸飯背後嘅供應鏈，要提供幾十款餸菜，每日新鮮製作，其實係一項好龐大嘅工程。由買餸、洗菜、切肉，到大鑊炒製，再到運輸，每一個環節都要配合得好精確。連鎖店有呢方面嘅管理經驗，佢哋如果真係認真做，其實係可以做到規模效應嘅。呢個亦都係點解咁多財團都睇中呢塊肥肉嘅原因。不過我亦都有一種擔心，當成條街都係兩餸飯嘅時候，我哋嘅飲食文化會唔會變得太過單一？以前香港有各式各樣嘅麵家、粥店、點心店，如果大家因為生存唔到而全部轉晒做兩餸飯，咁香港嗰種多元嘅美食基因會唔會慢慢消失？呢個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問題。雖然兩餸飯解決咗目前嘅生存危機，但長遠嚟講，我哋仲係需要一啲有創意、有特色嘅飲食品牌，香港先至可以繼續保持佢嘅吸引力。但我相信香港人嘅生命力，兩餸飯可能只係一個過渡，或者佢會演變成一種全新嘅、具有香港特色嘅快餐文化。就好似當初嘅茶餐廳一樣，佢哋原本都係由大排檔演變過嚟，最後變成咗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同埋文化符號。話唔定幾十年後，我哋嘅後輩會研究兩餸飯時代係點樣救活咗當年處於經濟低迷嘅香港，點樣成為咗一個時代嘅標誌。聽到呢度，我真係好感觸。呢個就係我哋嘅香港，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喺呢個魔幻嘅時代依然可以互相扶持，繼續行落去嘅原因。連鎖巨頭跪低又點？只要係為咗生存，只要係為咗更好嘅明天，
呢種跪低其實係一種最漂亮嘅轉身。兩餸飯統治全港，唔係因為香港人冇咗品味，而係因為香港人變得更加清醒，更加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喺呢個蒜蓉炒菜心同麵包一齊賣嘅魔幻時代，我睇到嘅唔係衰落，而係一種野草般嘅韌性。無論環境點樣變，只要仲有飯食，只要仲有希望，我哋香港人一樣可以將最平凡嘅兩餸飯食出最唔平凡嘅滋味。所以各位，如果你聽日經過聖安娜，見到嗰盤蒜蓉炒菜心，不妨去買返一盒試下。嗰度唔單止係飯同菜，更加係呢個大時代入面一個品牌、一個行業，甚至係一個城市為咗生存而付出嘅努力同熱誠。呢份熱誠比起任何高級料理都要嚟得更加珍貴，更加動人。我哋一齊見證住呢個魔幻時代嘅變遷，一齊喺呢個兩餸飯嘅時代入面揾到屬於我哋自己嘅生存之道。香港，加油！